种员工呢，他可能刚刚出社会，他可能是想要来学习的。他进一间公司，他讲我要学习，我要成长，全部都不用紧。哇，我们老板一听到这样就流口水了，哇，太棒了！然后他要学习跟成长。像这种员工呢，他又不计较金钱，所以开始你就可以剥削他一下，给他比较少的钱，但是给他很多的机会，给他很多试错的机会，给他很多成长的空间，放手让他去干。那这些人的目的就达到了嘛？那么慢慢的他的能力强了，他厉害了，这个时候你再问他，你现在 OK 了怎样？他讲我要很多钱了，你就要开始要给他晋升，要给他薪水的增加，或者是调部门，或者是更大的发展空间。因为这些人来就是要学习。如果你不给他空间，又不给他足够的钱，他就会跟你讲，外面的世界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他就走了，理解意思吧？所以当你不知道这个人进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他就很容易跑掉，因为你没有符合他的要求，你没有满足他的目的。